今日教大家牛肉雲吞煲仔飯，今天教大家牛肉雲吞煲仔飯。俾油落隻煲篤，俾油落隻煲度，浸咗1個鐘嘅米放落隻煲，浸咗依個壽司嘅米放落個隻煲，加啲水，加一點水，浸過米麵就可以啦。浸過米麵就可以啦。俾1茶匙嘅生粉。俾1茶匙生粉，研磨嘅胡椒粉，研磨胡椒粉，豉油，蠔油，花生油，攪拌均勻。飯缸水放牛肉，飯缸水放牛肉，然後放雲吞，加1圈油，加1香油，蓋上蓋。蓋上載，煮要轉下隻煲，煮一煮要將煲關火後等5分鐘正開蓋，關火後等5分鐘開蓋，淋少少豉油，淋一點豉油，俾啲迷人嘅蔥花，俾一點迷人蔥花，靠人去，靠一靠，飯焦有少少燶，好食，好吃，好吃，嘰哩咕。